续来看这个台北102的董事长贾永哲就任了后，是引发到不少的话题。这个月初3，伊陪伴一寡贵妇去世界买物件，佮讲家己要办 party， 毋是滚生笑。啊，这主持的媒体人周玉蔻就批评讲，贾永哲这个一个月薪水领超过100万的董事长，竟然规工拢咧做一寡小网红的代志。贾永哲是发文章来回应，讲误会大咯。伊讲伊的薪水无超过部长级的，安尼大家都好奇咯。这部长的薪水到底领偌济咧？6分钟的台北101宴会表演陪大家跨完年了后，这个董事长贾永哲还阁无通休困。车厂陪贵妇做伙买物件，佮讲伊办宴会毋是咧滚耍笑的，抑毋过这多问一个出来引起战火。主持的媒体人周玉蔻讲，贾永哲陪贵妇踅街买物件，一个月薪水100万的董事长劳师动众，安尼敢有这个价值？佮讲一个执行长规工拢做小网红代志。已尝试联络的对象，目前无法接听。结果前也未联络到人，是讲来看英国贾永哲。不断的要给世界呢看到我们台湾的力量。MO 的官方网站，还是公司的官方网站，还是我们 OB 的官方网站，全部串联起来，这样子才会有流量。强调讲爱掌握流量的密码，增加能见度。也毋可能叫伊小网红的董事长，伊写文章回应讲，标题逐工都无共，真趣味嘛。强调讲，一个月薪水几百万，这真正是误会一场。虽然讲希望是真正的，同时解释讲，薪水依照规定，袂使超过部长级，嘛有公告董事长固定的上限，袂当有折扣奖金甲年底奖金。啊，若部长级一个月薪水到底会当领偌济？数字清清楚楚，月俸甲工费拢是106320块。加起来超过21万，啊！经过了解，官牌当做月俸超过30万，200万等级要差真大赞。我还是我自己啊，对。自我鼓励，即马面对遮济评论，伊嘛承认讲无度毋望别人的认同，毋过期待自己言行谨慎，嘛继续咧宣传台湾地标的后续的活动。你好，我是宋彦明。想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紧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